歡迎大家嚟到講文化快趣。鄧兆尊中鐵家底啊，最窮我得翻2億咋，大佬啊，係嘛？兩個小目標係咪？即係目標唔好定得太大，定住1億先，兩個少少嘅目標咁樣，黐線㗎。咁曾經透露過一啲發達大計啦，明星足球隊成隊買起你啦，咁發達㗎啦，係嘛？唔知啊，但係鄧兆尊呢個叫做富戶啦，就好識玩，大家都知佢啦。玩呢個扮呢個現代韋小寶啊嘛，係嘛？但係佢嗰啲老婆就我唔識形容啊，大家又點睇啊？不過對於佢理財嗰方面，佢依家話要買起明星足球隊喎，又得唔得啊？睇睇徐世良佢講乜鬼嘢至得。唔該晒主持人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鄧兆尊自爆身家得2億，原來係失憶同回憶。各位觀眾，講起鄧兆尊，你諗起啲咩係新馬師曾嘅兒仔，係同母親洪金梅爭產嘅主角，定係佢同時有3頭家嘅感情生活？近年鄧兆尊活躍於 YouTube 頻道娛樂好好玩，同吳家樂一齊講娛樂圈八卦，非常受歡迎。不過大家最關心嘅始終係鄧兆尊到底繼承咗幾多身家？早年傳聞佢獲得父親15億遺產，就算唔使做都夠養起3個女朋友。日前鄧兆尊同明星足球隊出賽時，被問到你究竟有幾多個億呢？佢竟然答2個。正當大家嚇親之際，佢再補充1個失憶，1個回憶，全場笑爆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講下鄧兆尊嘅身家之謎，仲有佢嘅發達大計。先講翻件事嘅來龍去脈。日前鄧兆尊參加明星足球隊嘅比賽，喺場上被記者或者隊友問到一個好敏感嘅問題：你究竟有幾多個億呢？即係問佢身家有幾多億。鄧兆尊諗都冇想，即刻答2個。提問者嚇親，心諗2個億都好多喎。但係鄧兆尊隨即調皮解釋：1個失憶，1個回憶。原來佢講嘅2億唔係指銀紙嘅億，而係失憶同回憶。佢仲笑住澄清唔好信啲人講嘢，我有咁多錢，我買起咗明星足球隊啦。即係話佢暗示自己根本冇外界傳聞咁有錢。如果真係有10幾億，一早買起咗明星足球隊。鄧兆尊嘅父親係粵劇名伶新馬師曾鄧永祥，人稱祥哥。祥哥1997年逝世，遺留下嘅財產估計超過4億港元，有傳高達15億。鄧兆尊係祥哥同洪金梅嘅長子，當年洪金梅同4位仔女：鄧兆尊、鄧兆榮、鄧小艾、鄧碧玉。因為遺產問題對簿公堂，官司轟動全港，最終洪金梅敗訴，仔女一方獲得遺產管理權。自此，鄧兆尊就被外界認為繼承咗巨額財富。早年有傳聞指鄧兆尊嘅身家高達15億，佢亦都曾被傳媒影到出入名店、揸名車、住豪宅。加上佢同時有3個女朋友，人稱3師 Carmen、Cherry、Claire， 要養3頭家。外界更加認定佢唔憂做。但係鄧兆尊多年嚟多次否認自己有15億身家。佢曾經喺訪問中話：如果我真係有15億，我就唔使出嚟做啦，日日打麻雀都得啦。佢又話爸爸留低嘅遺產其實係由幾兄弟姊妹平分，而且當中包含唔少物業同資產，唔係全部現金。加上咁多年嘅開銷、投資、官司費用，實際可用嘅錢遠遠少過傳聞。鄧兆尊喺回應2億問題時講咗一句：我有咁多錢，我買起咗明星足球隊啦。呢句雖然係玩笑，但係亦反映出佢嘅一個發達大計。如果真係有錢，佢想買起明星足球隊。明星足球隊係香港一個知名嘅慈善組織，由譚詠麟、曾志偉等演藝人創立，隊員包括一眾明星同退役球星。足球隊經常參與慈善賽，籌款幫助社會。如果鄧兆尊真係買起明星足球隊，佢就會成為班主，可以操控球隊嘅運作、球員嘅組成，甚至可能將球隊商業化。當然呢個只係一個玩笑，但係亦睇得出鄧兆尊對足球嘅熱愛。鄧兆尊最為人津津樂道嘅係佢同時有3個女朋友，而且3個女仔互相認識，和諧共處，被網民封為現代韋小寶。佢曾經喺訪問中透露，自己每年會俾每個女朋友大約50到60萬港元家用，形容呢啲係長期合約。
換句話說，佢每年單係養3個女朋友就要花費150萬至180萬。呢個數目對普通人嚟講係天文數字，但係對鄧兆尊嚟講，似乎只係基本開支。不過鄧兆尊亦都強調，佢嘅女朋友唔係只係為咗錢，佢哋之間有真感情。佢話：我唔會用錢去買感情，佢哋唔係因為我有錢先同我一齊。但係外界普遍認為，如果佢冇咁嘅經濟能力，好難維持到呢一種三人行嘅關係。鄧兆尊嘅2億笑話喺網上引發熱烈討論，網民嘅反應非常有趣。有網民覺得搞笑，鄧兆尊真係幽默，失憶同回憶笑死。呢一個答案完美避開咗身家問題，高手佢真係好有急才，難怪咁多女仔中意。有網民羨慕佢嘅生活，有3個女朋友，仲要養得起，真係人生贏家。如果有佢咁有錢，我都想買起明星足球隊。佢嘅生活係好多男人嘅夢想。有網民質疑佢嘅身家，成日話自己冇錢，但係出入名車、住豪宅、養3個女朋友，邊有可能冇錢？15億可能誇張咗，但係幾億就一定走唔甩。佢只係唔想外界知道佢嘅真實財政狀況，低調啲好。亦都有網民理性分析，佢爸爸留低嘅遺產，經過咁多年，可能已經投資或者使咗唔少，冇外界想象咁多。佢而家做 YouTube 拍戲、出席活動都有收入，唔係完全靠遺產。無論佢有幾多錢，佢嘅生活態度同幽默感都值得欣賞。鄧兆尊多年嚟俾人嘅感覺就係一個低調富豪，佢唔會刻意炫耀財富，但係從生活細節睇得出，佢絕非等閒之輩。佢嘅人生哲學可以總結為幾點：第一，唔好信晒外界傳聞。佢多次否認15億身家，認為傳媒誇大咗。佢話：如果我真係有咁多錢，我就唔會日日開工啦。第二，享受生活，但係唔揮霍。佢中意食好嘢、揸靚車、住好屋，但係唔會亂使錢。佢曾經話自己嘅消費習慣係應使得使，唔會為咗面子而浪費。第三，感情生活要平衡。佢同時有3個女朋友，但係佢強調自己唔係花心，而係對每一個都負責任。佢會分配時間陪伴每一個，經濟上亦都會支持。第四，工作係興趣，唔係為錢。鄧兆尊即使有遺產，仍然繼續目前工作、拍劇、上綜藝、做 YouTube。佢話工作可以令佢保持同社會嘅聯繫，亦係一種樂趣。好，總結下今日嘅話題。鄧兆尊被問到身家有幾多個億，佢答2個，一個失憶，一個回憶。呢一個幽默回應，既避開咗敏感嘅財務問題，又展現咗佢嘅急才同低調作風。佢同時透露，如果真係有錢，會考慮買起明星足球隊，成為班主。鄧兆尊嘅身家之謎，多年嚟都係娛樂圈嘅熱話。雖然外界普遍認為佢繼承咗父親嘅巨額遺產，但係佢本人多次否認，強調自己只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。當然呢一個普通同一般人有段距離。無論如何，佢嘅生活態度、幽默感同埋對感情嘅處理方式，都令佢成為一個非常獨特嘅公眾人物。我想用一句話總結：鄧兆尊自爆身家得2億，原來係失憶同回憶。仲話有錢會買起明星足球隊。你覺得佢真係有15億，定係得個講字？如果你有佢咁有錢，你會唔會學佢養3個女朋友？好啦，今日嘅港聞快快趣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港聞快快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